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健康頻道。今日我哋要傾傾慢跑，睇下點解佢可能係最好嘅健身方法。首先，我哋要睇睇慢跑嘅好處。慢跑可以幫助你減輕體重，增強心肺功能，降低心臟病風險，提高免疫力同改善精神健康。據一個研究顯示，每跑步5小時以上嘅人，心臟病風險比唔做運動嘅人降低咗45%。加埋慢跑可以控制血糖同血壓，減少患上糖尿病同高血壓嘅風險。慢跑都係一種低成本、易於實行嘅運動方法。你唔需要任何特別嘅器材或場地，只需要一對好嘅跑鞋同一條安全嘅跑步路線。慢跑都可以適應唔同年齡同健康狀況嘅人。據研究顯示，慢跑可以幫助老年人減少跌倒同骨折嘅風險，同